再来看花莲县的环保局伫遐只发现污染的水液将移动式的水质检测器哦，一发现问题就会随派人去查查。在地环保团体是表示肯定，也毋过希望讲环保局就要加重处罚，才会当来减少污染。这间农村的 PVC 水管内底温状就是检测水质的感应器，那温度 pH 值容许量、导电度等出现不正常，透过无联网结合团监设备，检查人员应透过手机第一时间掌握状况，就去检查。处理一共补助我们10台哈，那我目前设置了一共有8处的位置，那主要分布在一些民众容易屡遭陈情的一些河段区段或者是排水的区域哈，来做及时的一个监控。不过，花莲人对水污染感受上深的，就是花莲溪出海口附近抓进抢排垃圾水。最近有人发现花莲大桥一口一大片垃圾水有怪味，官员认为加差开发好亲像甲民众观感落差真大。花莲溪的这个过了这边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级湿地，政府部门可能要在民众的观感这边再加强要求厂商，譬如说这个颜色部分、臭味部分要处理，而不是说这符合放流标准。环保局强调，抓进抢污水排放检测设备是高规格自动连续检测，目前检测污染站拢伫规定范围内底。管理管事业单位有500多间，包含花莲溪、美仑溪、赤坎川溪甲一寡大牌拢有检测，请民众唔通卡到这设备，才袂影响相关数据。记者综合报道。